怎么回事？松手！快松手！下去看看。打你了！臭要饭的，快松手！松手！松不松手？哎，别打！哎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舌头若不在，岂能说话？如此真好，好。哎，奎姑，他是死了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不过看这个人的样子，真怕是伤得不轻。奎姑，我们把他扶上马车。月儿，这个人满身是血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扶养小冉的郑伯那里，我记得有伤药。郑伯，我又带了些绣品来。啊，对，这是上次卖绣品得到的钱，你且拿着。用不了这么多，我拿走一些，去补贴云梦台的用度，剩下的留给你。你抚养小冉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要帮我卖绣品，这就见外了。你的针线是绝好的，每次拿到集市上，这个也抢，那个也要，不一会儿就卖光了。那这些东西仍要劳烦郑伯啊。只是有一事要牢记，千万不可说是宫中流出来的。那是当然。月公主大小也是个公主啊，宫中清苦，竟移之于私。多亏了你这用心思补贴。不必多说了，这几个孩子命苦，待我又孝顺贴心，我恨自己只有一双手，贴补不了那么多。姑姑，这个人醒了。月儿，先生是何人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叫芈月，这是奎姑，这是我的弟弟小冉，这是郑伯。哎，先生，别动。恕在下不能失礼了。不用，不用客气。先生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张仪。两位令尹朝阳门下的门客。朝阳丢了和氏璧，因我医伤寒酸，应赖我偷盗，百般拷打。谁料到张仪本是个绝世之才，我一块破石头差点丢了性命。和氏璧，就是那个自生泥光，冬如暖炉，夏如冰，能护身辟邪的至宝。你们觉得它是个宝物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同为偷盗，却有大小之分与礼数之分。都知道朝阳心胸狭窄，为人多疑，触怒了他就如同找死。何况世人都是先敬罗衫后敬人。张子受了委屈，不如在这里暂时栖身养伤。是啊，我张仪身无分文。你看我们像有钱人吗？不过先生的衣裳实在过于褴褛，我和奎姑倒是可以为先生做件新衣。一件衣裳难死了张仪呀！我本打算凭着真本事来打天下，如今我清楚了，大争之事，人心险恶，能随机应变，能屈能弯，方有胜算。老天有眼，还给我留了一条3寸不烂之舌。
凭他，今后一定说出个天下。说出个天下。姑姑，这个人大约是被打傻了，坏了脑子，所以他才比别人更可怜。月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好。小冉，这2卷《左氏春秋》留给你看，你要争气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小冉知道了。郑伯，这位先生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先生，我和魁姑就先走了。楚国的道路似乎比我们秦国要宽阔些。楚人好乘车，我秦人好骑马。马车行驶的道路自是比驰马之路要宽阔。也是，我们一路行来，看到楚国的马车和我们秦国的马车确实如此甚为不便。如果将来能够统一车轨，从我大秦修一条驰道，横贯魏国，直通楚国，岂不快哉？王兄此言大有深意，这是要一统天下呀。只是眼下，首先要对各国各个击破。他们楚国可以许给别人好处，我们也可以，不就是比谁给的甜头更大吗？可是寡人却是个只爱吃甜头，又不想给好处的人。那王兄如果娶了楚国的嫡公主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只是臣弟担心，万一那嫡公主长相丑不堪，放她在后宫，从此与寡人两不相干。好了，楚离子，你我也许久未动了，如此可放放马力，看你我所乘之马哪个更健俊。王兄若有此幸，臣弟哪敢不从命啊！去！舒妹妹，你看好看吗？嗯。就好，别怕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醒醒！月公主怎么办呀？舒儿，你还疼吗？好多了。禀报微后，舒公主虽说受了伤，但并无大碍。要说舒公主也是有福之人，若不是月公主及时将毒血吸出，再用牛舌头草敷在伤口上解毒，恐怕真要费一番周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
今日亏了月妹妹去取东西，路过后花园，舍命救了舒儿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软鞭也碍眼，谁知今日倒还派上用场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儿有心，以后就让她守在我舒儿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珊瑚在，一会儿到我那儿拿几件衣服赏给芈月，看她穿的，哪像个公主，简直就是个野小子。是，母后，月妹妹穿成那样也是迫不得已。她每日擦地、拔草、扫院子，还能穿什么像样的衣服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她好，想让她历练历练。既然擦了那么长时间地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玳瑁，让她以后跟着舒公主多学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姐姐，来。3月后是宫中的祭祀大典，那件用作少司命祭舞的礼服就快做好了。我纠缠母后多日，她才允诺我可以去宫外的织坊看看那件礼服的模样。你与我一同前去，等过几日礼服做好了再看，岂不更好？谁真想看那礼服的模样了？自从被蛇咬了，日日关在屋子里养伤，闷都快闷死了，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说起来，织坊仍是无趣。若要透气，还不如去织坊边上的东市，那里稀罕东西可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母后能让我出宫已实属不易，而且她特别叮嘱，说近日郢都不大太平。出什么事了？一些越人故意滋事，越人最记仇了。父王伐越时杀了他们的越王吴江，其移民四散各地。这2年，他们又出现在郢都，屡屡滋扰生事，很令人头疼。你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一出门就碰上越人，何况月儿的鞭子也不是吃素的。那就算没有越人作怪，母后派了那么多人跟随，想去东市，恐怕很难。这有何难？只要姐姐让绿萝去准备2身寻常女子的衣裳就行了。让开！快点！让开！哎呀，这是你的公主啊！这阵势该是狄公主吧？姐姐，我们会在织坊耽搁1、2个时辰，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吧。是。是，2个还都是美人呢。姐姐，快走！难怪人人都说楚国富庶，这里的确比秦国繁华。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摩肩接踵。臣弟还是更喜欢咱们秦国的集市，遵规守纪，慢着点儿，井然有序，哪像这里混乱不堪。说的也是啊。都来看一看了啊！不过呀，做生意还是人多了好。哎，说起生意一事，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庄，是诸国狄公主当中难得的美人啊。看来寡人运气不错。不过这秦楚联姻，还需要相宜之人搭线才能成功。王兄说的是，数年前
我与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国相遇，也算是旧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诛求无厌，不妨先用他做庄买卖。大白兔，这是兔子，兔子啊！看着秃了套，知道啊？咱们到前面再看。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2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。多东西啊！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；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？这边更好。什么呀？哎，快！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老伯身手不错，小丫头身手了得，彼此。谢老伯施之援手，老伯是……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啊。这边，你捡起来。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2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2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族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舒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私动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告辞了。走。恭喜王兄。哎，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见那女子自称舒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，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舒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
好有惊无险。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、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明明是姐姐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。死丫头！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禀报大王，何事？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眼下诸国均派使臣以联姻的名义前往楚国，他们企图在郢都会盟，共同对付我们大秦。真的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来者不善，需多加提防才是。没什么可慌张的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寡人还要多住几日，想办法多得到一些楚国的文化典籍、刺绣、养蚕等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招揽楚国的英雄贤士，娶到楚国的嫡公主。寡人要布一盘好棋，一步一步的走。这先走哪一个棋子呢？你打算修一下胡子吗？我，臣弟敬谢不敏。屈子，你可知秦王嬴驷已到郢都？是。一边是3月之后5国使者即将到来联楚抗秦，一边是秦王嬴驷已经抵达郢都，要与我大楚联姻。屈子，你看此事当如何是好啊？大王，值此合纵抗秦之际，臣以为大王当即刻将其驱赶出境，向诸国显示大王抗秦的决心。大王，屈子所言万万不可。秦王为求亲而来，愿娶我大楚公主，结姻亲之盟，
秦王曾言道，7国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只有秦国与楚国，秦楚联盟，退可震慑5国，安定城邦；进可并吞5国，平分天下。由此可见，秦王对我大楚心怀友善。秦王来我郢都，若寡人直接将他驱赶，未免有些不讲礼义了。大王，乱世之中，7国争雄，我楚国与秦讲礼义。若有朝一日大王与秦王逆位而处，那秦王未必会和大王讲什么礼义呀。你是在诅咒大王日后会被秦国所擒吗？臣未有此意。然秦王乃虎狼之辈，大王切不可姑息养奸呐。大王，2国交兵不斩来使，更何况楚国和秦国并未闹翻。5国推举大王为合纵长，那是因为我大楚强盛，更是因为大王道德楷模。若大王对秦王做出败礼负义之事，那岂不为全天下人所耻笑？如今是争雄之势，礼位之崩，乐位之坏，众人都不讲礼义诚信。然我大楚一直礼义为先，驱赶秦王夷人口实，是寡人平日所不取的。大王，3个月后，5国使臣将至郢都，此事皆是据闻。秦王就在郢都，自然不会不知晓楚国欲与5国立合纵之盟，而这一联盟将大大不利于秦国。秦王此来，必是期与大王连横，破坏6国合纵啊！大王，在合纵盟约定成之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大王若会见秦王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会引起5国使臣的猜测。也许，这也正是秦王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大王，秦王也是一国之君，乘意而至，大王若不见他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？大王若觉为难，臣有一字可应对秦王。何字？托。托？大王既不说要见秦王，亦不说不见秦王，只言身体不适，事务繁忙。若稍有闲暇，必与秦王杯酒言欢。那要拖到几时？拖一时算一时。若能拖到楚国与5国结盟已定，秦王听闻必将遁走。倘若再厚着脸皮求见大王，其生死荣辱，均已操于大王之手。众卿看呢？这个主意好。大王，臣以为还是不见得好，省得麻烦。大王，臣也认为眼下也只能这样啊。善，那寡人就依屈子所言，拖他一拖。大王，楚王推脱身体不适，避而不见。什么身体不适？明明是托辞。那就用不着跟他多费口舌，定是有人给他定下了计谋。世间之物，多不可强取，但可迂回。寡人想，那朝堂之上并非铜墙铁壁，你不妨与你的老友靳尚再多走动些。臣弟已赠予他财物，那靳尚过贪是典型的小人之才，给他好处向来是有一报才还一报。这种人正合寡人之意。靳尚向来自负，善于钻营和游说，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，有着与其才华不相称的勃勃野心。寡人不怕他贪，就怕他不贪。给他一颗大大的鱼饵，让他为寡人钓上楚国最大的鱼。此外，寡人要娶楚国的嫡公主。那俗话讲，强拧的瓜不甜，寡人求的是瓜熟蒂落。上次东市偶遇，可谓天作之合。
你不妨去告诉晋上，让他多留意那边的动静。是。姐姐先来。这2日宫里可热闹了，据说各国君王开始派使臣带着重礼来面见大王，人来人往的，可忙坏宫里人了。他们进宫说的是面见大王，可心里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？姐姐说呢？我不明白。姐姐是装不明白。他们可都是来向楚国嫡公主求亲的。姐姐还不借机到前面大殿去探探究竟，说不定与哪位君王就真有缘分呢。你一味混说，越说越出格了。妹妹是为姐姐好，嫁人不比选衣衫，可由着性子更换。若是不投气，这辈子岂不都委屈了？也是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人人都说秦人虎狼之人，可上次你我在东市见到的那个秦国生意人，却谦谦君子，英武得很。姐姐对那老伯真有意啦？你老是叫人老伯，可舒儿明明看他没那么老。再说，人家救了我们的性命，应该也是一个有仁有义的男人。萍水相逢，这种有仁有义也算难得。不过要配姐姐嘛，总得左手挥笔安天下，右手持剑定乾坤吧。舒公主，舒公主，你这丫头疯什么呢？大王要在大殿给公主招婿呢，而且还听到一个跟舒公主有关的大笑话。跟我有关的笑话？是何笑话？听前面的人说，大王打算召秦王今日午后进宫。召秦王进宫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当然有干系。大王命膳房的言女，就是那个宫里丑陋出奇的厨娘，扮成嫡公主的模样，在楚宫大殿跟秦王相亲呢。真的？婢子倒想编排，可是也编排不出这等故事啊。亏得大王想得出来。不知那秦王会如何去应付那丑厨娘？弄不好会闹出些鱼目混珠的事来。那秦王怎么会娶个丑女当王后啊？这难讲，她可是当今楚国的嫡公主呢。秦王，请。楚王，请。都说楚月来自楚山楚水，果然天籁之音。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难怪楚女娇美多情。妹妹，那个秦王怎么那么面熟啊？哪里是面熟？他明明就是那个搭救你我的秦国生意人。为了楚秦联姻，秦王千里迢迢来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诚意。只是这婚姻全凭缘分，不知舍妹与秦王是否有缘呢？久闻楚国嫡公主兰心蕙质，花容月貌，嬴司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宫中，秦王若不嫌弃，寡人把她唤来一见可好？嬴司三生有幸，愿一睹嫡公主风采。请舒公主来。是。楚王，请。秦王，请。他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
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迎祀大开眼界，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周礼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舍妹淑儿，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。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狄公主该是精于煎、熬、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，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芈姝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
子歇。哎，子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既然你不去哪儿，正好给我帮个忙。你那样厌烦我，为何还要来找我？你这个呆子！我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有了麻烦，要找你帮忙。听不明白。你是君子，假如不是因为与我赌气，你怎会不明白？我黄歇前生前世就是欠你的。说吧，又有何麻烦了？不是我有了麻烦，是舒姐姐有了麻烦。你得带我出宫一趟，去见一个人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谢过黄公子，走吧。这策论十分要紧，劳烦你带我去面见大王。大王忙碌天下之事，哪有功夫看你的东西？这策论就是天下之事。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要么代为转交，不可对读书人无礼。你们坏就坏在不读。走。张子，你的伤还未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仪一肚子历史谋略，无奈世人有眼无珠啊！哼，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哎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？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黄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我和月儿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都对秦王没有用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阳送来大良造公孙衍的急信。出什么事了？年初，义渠国那边旧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离。义渠国的王叔对此耿耿于怀，为此准备带着重礼到咸阳拜见寡人。义渠国年年搅扰我大秦边境，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孙衍提议借义渠内讧之机，灭掉他们的气焰。看来寡人不得不马上离开郢都，回咸阳一趟。但这秦楚联姻之事，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。在6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！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芈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
老伯修过胡子，已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。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。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嫡公主芈姝，并非真芈姝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，你们先啊。
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唉，长子为何事而愁？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桩好事就要付之东流，我当然发愁了。长子此话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国打算和吴国结盟，秦国又想和楚国连横，这狄公主芈姝的婚事，于是就成了吴国与秦王之间的赌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联姻之事难遂秦王之心愿呐。你看，屈子虽为贤臣，但明珠暗投；楚王好色，晋上奸佞，朝阳刚愎自用，再加上后宫威后弄权，郑袖贪婪，这连横之事只怕凶多吉少啊。长子此言众所周知。是，这些众所周知，但大家并不知道，那狄公主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够联姻，秦王能娶了狄公主芈姝，这五国结盟不攻自破。长子此话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虽明白，但也束手无策吧？要不然来了楚国这么久，为何拖着迟迟不见你？拖在这客栈，又为何给你弄了个假公主啊？这一切都说明其中有蹊跷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一个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铺路搭桥，对不对？此话倒是不假。我愿意做这个人，我张仪愿意促成秦楚联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归。可是，长子凭什么夸下这海口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。寡人看得出长子手头拮据，给你20斤，去自谋生路吧。秦王是把在下当成沿街讨饭的叫花子了，还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，200斤，2000斤又如何？我张仪服的是贤君明主，图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钱财在我张仪眼中都视如粪土。唉，可惜呀，这点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辞了。等等，既然长子志向高远，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为期，看看长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后，我让你看看张仪是如何让5国郢都会盟之事化为泡影。好。哎，寡人给你10斤，去买身衣服。事成之后，有意思。妹妹，你见到秦王了吗？自然见到了。那秦王怎么说的？他说要你去见他。秦王怎么会？妹妹吓你呢。怎么，你真的想去见他？不跟你说了。看你那神色，口不对心的。拿去，这是他托我还给你的。有劳妹妹啦。给你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方巾，让我看看。
秦王的名字。那要不要我再去一趟，把方巾给姐姐换回来？这么说，是郎有情，妾有意啦？人是你去见的，方巾是你拿回来的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去找母后评理。评理我倒是不怕，左右不过是一顿打罢了。只是可惜了这一桩好姻缘啦。那这方巾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不要？那我也不要了，我扔了。我扔了。嘿，姐姐。可惜了谁的好姻缘呢？我听说，眼下各国君王打算派使臣要来向舒姐姐求亲，不知谁最幸运，能与姐姐结下这桩好姻缘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妹妹人品出众，我也是好奇的很呢。魁国，张仪从出生到今日，也穿了不少件衣裳，可唯有这件衣裳，张仪将铭记一生。张子快起，张子快起！楚王已经看到在下的策论了，明日宣张仪入宫。秦仪来的正是时候，好马配好鞍嘛。张子怀才不遇，我和月公主也帮不上别的忙，只能帮做件新衣了。谢芈月魁姑赠衣之恩。回来了。哎，小冉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小冉今日怎么一声不吭的？是何人得罪了我们小冉？哎，今日带小冉到东门集市卖姑姑的女工，小冉看中了一把小宝剑，竟要价10金呐！什么宝剑？怎么会这么贵？那宝剑刃如秋霜，真的很好。姑姑不知，前几日老朽给小冉请了个师傅，教他几手刀剑功夫。这师傅啊，夸小冉天分难得，是将帅之才，所以啊，小冉一心想要把合手的宝剑。咱们云梦台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，小冉再等2日，魁姑和你姐姐去想办法。哎，魁姑，何苦为区区10金犯愁啊？张仪为你筹划便是。你有10金？暂且没有。明日入宫见过楚王，张仪便有了。10金太少，100金如何？好了，张子，且不说你眼下如此潦倒，谈论100金如同痴人说梦。就算你日后有了，也与我们无关。说100金就100金，明日午后，一言为定。昨日夏至，这宫中的蚊蝇更多了，也不知这几日大王睡得是否安稳。听说大王新得一夜明珠，放在宫中清凉如水，夜如白昼，100步之内蚊虫避之不及。我还从未听过世上竟有如此宝物。据说那夜明珠就放在南后的兰柜台。哦，真有此物。你带人去兰柜台，就说我要借过来看看新鲜。是。站住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啊，张子，大王已等你多时，请。哼。不管什么好东西，他都要来跟我抢。那是秦王献给我的，我不给又如何？魏后那边的玳瑁姑姑说是借用。哼，借？珍宝到了魏后手里还有还的日子吗？可那玳瑁就在外面等着，此事总不能僵着，不如先借给他，等过后让大王出面再要回来。
拿走。是。寡人读了张子的《玉女论》，张子对这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问颇深。哎，不敢。张仪怎敢在大王面前卖弄粗浅之见？想那屈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曼之容则秀雅之言，张仪早就知道楚国美色尽在后宫之中。哎，不过大王，这列国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见过？在寡人的后宫之中，未必只有处女，这魏女、齐女、韩女、赵女亦都不在少数。这些个只能称之为女人，称不上美人。拜见南后。大王呢？正在殿中召见张子。张子？哪个张子？啊，张仪，给大王献上了《玉女论》，颇得大王的欢心。开门。是。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，美人如四季花色，梅令人高洁，兰令人幽怨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惊艳。张仪以为，齐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韩女清丽，赵女娇柔，魏女美艳，秦女英气，如百花若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妙哉，妙哉！先生对美女的这番言论，实在是寡人闻所未闻，生平仅见。那以先生之意，寡人如何才能博采深意，体味这美人的妙处呢？大王若能将列国之美人齐集于后宫，日日相对，深吸三味，试问天下还能有谁比大王学问深厚，艳福齐天呢？说得好。可是寡人如何才能收集齐这列国的美人呢？大王以为在下的眼光如何呀？张子对天下美人见解精辟，眼光独到。那就让张仪为大王踏遍列国，寻访天下之美。好，那寡人赐先生千金，就拜托先生替寡人寻访列国的美人，收入我楚国后宫。大王英明。